喂，我堂堂一個大男人啊，投翻嚟啲記憶竟然話我變咗個女人啊，仲要俾人抽水添啊！係咯，我個都有問題喎，成段記憶講我變咗隻羚羊，係咁跑係咁跑，最尾跑到冇氣啦，仲要俾隻獅子咬死咗添啊！大家稍安毋躁，可能係系統故障嘅啫，唔使擔心嘅。大家俾啲時間我哋處理啦。之前我無端端有翻少少記憶啊，已經好想做翻個人離開呢度噶啦。跟住你哋話可以投翻個記憶翻嚟，我咪諗住試下咯。點知都係咁嘅，你哋咁搞真係呃鬼信你啊！係咯，以我啱啱記得前世身為一個律師嘅我嚴重警告閻王唔好出爾反爾。既然收得我哋嘅功德幣，就要俾翻真實嘅前世記憶我哋。係咯，嚴總啊，出邊嘈得好勁喎，仲掟晒嘢添啊！究竟點解會搞成咁噶？阿 Ted，你講下嘢啦。經過我嘅網絡檢查，應該係個系統喺未完全修復嘅情況下，再次受到二次攻擊啊！咁依家有咩辦法解決到啊？我諗住去總部嘅地獄數據中心，試下喺內部重新整理翻個生死簿系統，從根本去解決呢個問題。好，數據中心嗰邊就交俾你啦，Ted。其他人同我一齊返總部。嚴總，啱啱收到一個嚟自西方嘅電郵，個電郵裏面話知道我哋受到西方地獄嘅黑客攻擊，而寄件人話自己有能力解決呢一切嘅難題喎。由西方？何方神聖啊？我都唔清楚啊，又冇寫名，又冇寫詳情，淨係睇到佢頭像好似幾靚仔咁。頂，佢靚唔靚仔關我鬼事啊！即刻嗱嗱臨電郵俾佢約佢出嚟，睇下佢咩葫蘆買咩藥啦！正當閻王團隊為呢一場嘅記憶風暴疲於奔命之際，忽然一位神秘嘅訪客靜悄悄咁降臨地獄嘅數據中心。呢個閻王turn防火牆真係落嚟搞笑喎！等我送份見面禮俾你哋啦。喂，你係邊位啊？你點入到嚟數據中心噶？原來落學 Q 晚婆嗰杯咩雞麵奶茶又真係幾好飲噶喎！你要唔要飲啖啊？人嚟啊！有人入侵數據中心啊！喂，我嚟幫你哋噶，你又唔使咁緊張。By the way，你哋試隔呢個閻王盾係咪撈飯嚟噶？金流都有嘅。系統正在自行修復中。個系統竟然，你快啲講，你究竟係邊個？哈哈，係啊，我未自我介紹添，我係嚟自西方嘅天使。今次天堂總部收到消息，西方地獄惡意攻擊你哋東方地府，所以委派我今次作為網絡工程師，去支援你哋解決呢一次嘅危機。而我個名叫做克雷爾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有一位自稱可以解決佢哋危機、來自西方嘅天使嚟咗東方地獄。究竟佢係何方神聖呢？又能唔能夠幫助到閻王同佢嘅團隊去解決今次嘅問題呢？欲知後事如何，敬請期待下一集。